来，地理这个我高位哦，高老师，我调苗要补，调苗，高一要多久？有教了8年。小时听不懂台语。他来，你把这，你下课他那个处理，你去买，这是不能，你那个先放，那个，他放下去就等于3。这里第6章呢，啊，第6章呢。OK， 课本，课本。他这有答嘛？这个考卷你可以在那里写，但是考卷我们会当成背面一样。我跟你们讲啊，你们第一批交的心智，好，不好，都没有人入选。哦，这你们在搞什么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早上那个10班有4个人，好，有4个人，就是合伙的标准。我讲过合伙的标准之后，我会把它扫描起来。我为什么把它扫描？然后跟他们讲，我会列入我的教案，我会给别班打光笔。所以下次如果他们同意，我知道征求他们同意，我要拿同意书给他们签好，在法律上栏内哦，我要把他们的作品拿来你们班分享。我要他们签同意哦。拿，你给他看卖。这也要签同意书。干嘛问什么？刚刚回，阿盖林回，好，你可以给他看看。他们都有拿到奖励了，早上10班有4个，你们班要继续努力，好，第6章，可以看看。我自己有看第6章的，61跟62我一起，他给你看，然后给那个差，请回我12。后来，咱开始上。但第2段你们有点赶，周数比较少，课程一样多。虽然B里没有放到，还好 B里没有放到。若 B里再放到那更长，但是还是要赶一下。特推呢，一样来画家嘛，另外按光表，按地球的分层来分成上。由外到内有什么？地壳、地函、地壳，对不对？单平那边讲岩石圈跟暖流圈，岩石圈跟暖流圈的划分，还有地壳、地函、地核，这之间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搞清楚。我列完，为什么又分成那3层？然后又分成岩石圈跟暖流圈。好，这里我们会把它详细分析，一起来看。岩石圈平均的厚度，从地表算下去，平均8公里。这么平均，它厚度差很多，有地方几乎已经跨到地表了。那平均100公里，下面5节暖流圈，大约200公里。你看这名是怎样？这2圈有什么差别？看名一个软一个硬。一个软一个硬，给小朋友第二步啊
去帮你秀学好，好，爱不啊讲，你这边秀名，这边要秀什么？就打电话回家问他，小朋友就讲，妈妈，我明明教过你怎么打赖，你为什么还要打电话呢？很浪费钱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说，他就你妈讲，你右边那里要秀什么？第二小朋友讲，打赖啊妈，然后荧幕啊，我挂着讲，知道了，都无卡哦。结果伊制服杀来才秀一个打赖啦妈。好，伊话打赖啦，这我办，这我办哦。秀智为刚奇怪，你这个打什么学校？你是西藏密宗的学校吗？为什么要秀打赖啦妈？好，你可以用打赖啦妈。这都行哦。刚才就说，想要看延时圈跟短流圈，延时圈就是我们说的板块。对，是什么？没关系，个困，两，错。这板块以上，咱课本删掉一个，大陆交易说跟海底扩张说。韦格纳，一个18世纪的人，他提出一个学说，叫做大陆交易学说。一共连2亿年前，地球所有的大陆都是连在一起的。从2亿年前开始分裂，来各分东西，一直漂移成现在的样子。这个学说是什么？人家跟他说，大陆是浮在海上的吗？大陆不是浮在海上的，连岛都不是浮在海上的。你大陆怎么漂移？它为什么飘走？是被风吹的吗？韦格纳无法回答，所以他生前这个学说，替吼束之高阁，冰起来啊！这个以西料主张嘛，2次世界大战后发明了声呐。咱开始有声呐，咱的声呐都开始是为了战争，为了战争，侦测这样的前提。咱讲起来做 BI 咱人类作为尖端科技、尖端的人才，拢是投入互相残杀的领域。我们的军事科技永远是最领先的，军事科技已经落后的淘汰到民间日常用途，才变成最尖端的。其实，在军事领域已经淘汰了。声呐刚开始是为了侦测潜水艇，后来2战结束，开始用在侦测鱼群啊，侦测海底地形。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海水抽干嘛，对啊。那海底的地形我们不知道，看不到啊。对啊。可是你要想好，在1次世界大战、2次大战之前，还没有发明声呐的时候，那时候最强的就是英国海军，号称日不落国。英国海军横行全世界。英国海军，英国那时候就决定做一个计划。他要画出全世界海底地形图。无声啊，安怎画安怎？叫准土法炼钢，灰水绳子绑重，垂下去，垂到底去比，到底了，还看多长？记下来，再往前航100公尺。重复1次，你太麻烦了。你卖光100公尺都横没有？它就这样横过太平洋哦，由点而线，由线而面哦。
把全世界的海底地形画出来。他们航到日本旁边的时候，对了哟，太平洋已经牛要耍，结果到日本旁边的时候，迄煞对嘞，煞无到底啦。太平洋平均深度4000，它绳子垂了2倍，还没到。你都还是惊到哦。错。为什么日本旁边会有一个这么深的洞？后来发现不动，因为连起来之后是一条海沟。我们今天讲的环是一条马里亚纳海沟。后来声呐扫出来之后，扫到一座全世界最长最高的山脉，一共是喜马拉雅山，连大西洋的中间又中央值。它的长度横跨半个地球，从大西洋的南极到北极，它露出来的地方就是冰岛，其他在海底的在跨度。那是世界上最长最高山脉，所以最高的位置，它的三角开始算上最高的哈。那时候侦测又提出海底扩张说。不过海底扩张说跟大陆标题说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，雷公，它的动力来自哪里？嘛，有风吹啊，海底的扩张，海底扩张，它力量哪里来？那个海底普遍称它这个力量在哪里？后来科学家一锤流卵流圈了后，谜底揭晓。不管是大陆漂移或是海底扩张，其实都是软流圈带着上面的板块在运动，只是上面的板块有大陆有海洋，所以它就跟着漂移了，海洋就跟着扩张了，所以最后极大的叫做板块构造学说。岩石圈的板块大约100公里。好，咱回想咱顶回讲的地壳多高？地壳多厚啊？大陆地壳30，海洋地壳更高，平均6、7公里左右。最后的大陆地壳也不过40、50。岩石圈既然100，我是没在讲，所有的地壳都在岩石圈里面，不对吧？没错吧？岩石圈100啊。那你说啊，为什么分地壳跟岩石圈？我认为，这是地壳，厚度差不多到这里，大约就好了。你要讲分层，你要讲它的依据那这个依据上，它都要讲的嘛，软硬嘛，就是它的固态。这个依据是什么？地壳、地函、地核的依据是什么？组成成分。不同分类就有不同的分法出来。所以地壳、岩石圈一定包括全部的地壳，可是还不止。它还包括了什么？地壳也它为啥？地函嘛，地壳它有地函，所以它除了地壳之外，它还包括最外部。比如最上来讲，最外来讲。啊，就是离地壳最近的地函。你讲啊，这样最外部地函，软流圈的最内部地函，错。来，岩石圈加软流圈多少？300公里。地函多厚啊？快3000，对不对？2900多嘛，所以岩石圈加软流圈
也不过地函厚度的多少，1/10而已。所以你北大公这里内部的地函哦，你要有一个概念哦，它还是整个岩石圈跟软流圈都是地壳加上外部地函哦，就是外面地球半径6000，它只是这个320/1而已哦。它不过这里发生的事却影响我们。你把地壳下卡到病，咱无感觉啊。不过这里，我们地震就是这样来的。咱地当就是这些运动才会有我们的地震，有我们火山爆发啊。这都影响到我们，对外面影响到我们，但是它只是薄的一层啊，地壳来对薄的一层。我靠，这个板块呢分成7大板块，好，还有20到30个小板块。来，7大咱来算，咱照地理位置，大陆的迄落来算者哦，咱脑海算者，你莫看课本。咱是讲上大地，也是唯一没有陆地的大板块，就是太平洋板块，最大而且唯一没有陆地的板块。太平洋升回来，欧亚大陆对了，欧亚板块，欧亚大陆的南边，印度跟澳洲，印澳板块。印澳的隔壁，非洲板块，咱来横渡大西洋啊，到对，北美板块、南美板块，6个了，都差对点，汽油热加，南极板块。咱这个算会出来呗？咱每看课本，咱为世界地理安尼分，太平洋过来，欧亚、印澳、非洲、北美、南美，好，最后一个最南边的南极板块，7个大板块，小板块没，他们跟咱地切小板块，菲律宾海板块，菲律宾海哦。不是菲律宾板块哦，板块，小大意见，因为我们台湾是它的一部分，我们台湾是菲律宾海板块都表欧亚，一个大板块跟一个小板块对撞出来的，变成台湾，所以这小板块，不按出那边。剩下有20-30个小板块，不用管它，它这个要理会它。好，板块之间会相对运动，还要共轨，也会造成大陆漂移跟海底扩张。好，所以板块的交界带及地质活动最热闹的地方，我们很荣幸，我们的台湾位于板块的交界带。这爱讲荣幸啊，不幸。所以咱三国是个摇来摇去，拢会地震，就是安尼来的啊。你如果不是位于板块，你想香港啊，香港啊，你甲香港人讲地震，香港人你来西洋到香港，香港人讲地震，什么叫地位摇来摇去？我不知道。所以为他住的地方。自出世毋捌拄过地震的，伊伙咱来台湾佚佗哦。伙是毋是拄啊地震？伙惊一个错赛了来。我们平常这样摇来摇去，只要不是很剧烈，我们好像习以平常。因为手上密码还有一个景啊，开始发文地震了，地震了，MV 也是地震文出来。你哪来才佚佗？毋捌经过地震，看到地个摇，好惊死啊！原来，那叫鼠犬背日啊，对不对？鼠犬背日的成语知道吧？鼠就是四川嘛，
四川是一个盆地嘛，很难看到太阳嘛，所以偶尔忽然晴天了，有太阳出来，嘿，四川的高啊来了，开始看面东西啊，天空有没有一个很亮的东西啊？那个鼠犬飞日哦，少变多块，好，好，再来看板块的交界带，可以唤醒上面带子。板块的交界带是三种，第一种是闭开的，是闭开的，这个闭开的分离，还有人家讲张裂啊，第一种，有问谁啊？第二种。就是聚合，小 K 啦，小 K 啦，聚合性板块交界带。那过来板块交界带哦，都是所有的板块交界的地方聚合。第三课本无讲啊，无咱补充，因为有诶有讲，所以恁做题目会做唔定。这叫错动。错动啦，平移啦，安尼错开啦，这是闭开啊，这是开会开入去啦，就是错开，这三种，好，在他们那地方会产生什么地质现象？好，咱来看。第一个张裂分离，我来讲的中央极，就是它海底就扩张了嘛，它中间张裂了，所以太平洋的大西洋的海底就扩张了，不断有新的海洋闭壳冒出来产生，大西洋就裂开来。大西洋裂开来之后，是不是把南美跟非洲越推越远？刚才到工业韦格纳，那里会被人家冰起来哦。其实还有个原因，点解韦格纳些研究啥？你研究这个一定是地质学家，不过韦格纳你地质学家哦。你研究上来吗？他是气象学家。所以一个地质学家，你一个气象学家跑来踢馆，你说你不要说那是地球科学，对于专业的博士而言，那个气象跟地质的差别，那简直是108000里啊！那你博士不应该要博士啊，博士都专精在一个地方啊。就像以前有人说，我写了一篇论文，我专门研究苍蝇的左眼，所以我对苍蝇的左眼认识很深。但你问我右眼，我不知道。所以这样夸张啊，这比较夸张啊。所以这种他很专精啊，所以气象为什么会发现大陆漂移？快哦，原因就是韦格纳在研究气象、古气象的时候，他研究冰河的遗迹。一块点工，非洲的冰河遗迹跟南美的冰河遗迹，当它拼起来的时候，居然是连续的。他就很好奇啊，那跟拼图本来画一画，然后拆开来一样啊。结果不止冰河的遗迹哦，山脉的走向、矿产的分布，最后连化石的遗迹都有连续性。你现在化石的都不是袂有影的哦。你若讲我遮深色，我游过大西洋，游过另外一边，总底下安居乐业，无呢，迄袂飞啊，袂有影的呢。陆深，结果居然在两边
拼起来那个地方两边都有同样化石，可以不要讲啊。之前连在一起啊，有一天要回家，发现啊回不了家了，我的家变成海了，我回不去了。他回不去就回不去啊，他那边的就在那边安居乐业，我这边就在这边安居乐业，两边又越分越远，越分越远，最后变成大西洋的啊，结合南美、非洲啊。结果这些化石的遗迹显示他们都在一起，所以韦格纳根据这些证据，他才有他的立论。但是那时候无法解释说，你有证据说要分开，问题是他为什么会分开？韦格纳一直主张上面，那个所有科学家主张上面软流圈、延迟圈啊，所以那时候没有这个解释。所以韦格纳到死掉，他这个学说都没有被人家承认。死了大概100-200年了，人家才说，根据软流圈这个大陆确实裂开了，2亿年前确实有反补上来。后来，所以张烈性板块，咱大西洋中迄条山就是叫中央。大洋洲之间的一座山脉叫中央脊，中央脊冒出头来形成冰岛，冰岛的正中间，因为两边推挤，它的那个土地裂开了，足恐怖，裂开来，它就是啥深不见底哦。你还要对那个栽落栽落我人个有5000年来讲，你还好吧？他说我很好，我很好，因为我还没有落地。我还在半空飞，我还在下坠途中啊，所以中间那个土地啊，通常我们露出海面，我们才会叫裂谷。但是你如果在海底一个裂谷，会把北浪沟土地了。你知道分别吧？中央脊就是那一座山，裂谷就是那座山的中间。因为它是撑开来的，这个山会被扒开来，像屁股一样，不然，你那一个老爸叫水囡仔哦，去食爱死酒，囡仔后袂讲话，迄尾仔爱死酒爱牵连出来哦，一个兽头哦，小孩就说，爸，你看这个兽头好像屁股哦，咱人大人头都会甲掰落讲，来，反义词你后袂讲话，那爸爸嘛做注意，那爸爸不禁没有骂他哦，他把那兽头拿起来掰开来变红豆，你看还有便，还有不是，里面还有便哦，因为里面正好包迄红豆爱哦，人不要听哦，他就把米海龙讲的对，讲的都好多我们领导打包的，裂谷，当然有火山呐，这边讲，这所有的都可能有火山。火山为啥？岩浆冒出来，岩浆从哪里冒出来？岩浆一定就是从板块的裂缝冒出来嘛。来，接手最热闹就是这个，所有板块交界带最热闹就是聚合性板块。我们又很荣幸的是在聚合性板块的交界上。也有啥物件呢？海沟，海沟怎么形成的？海洋板块，海洋地壳啦，应该讲海洋地壳，因为板块为分海洋板块和大陆板块，板块边缘若是海洋地壳，撞上大陆地壳。咱在海洋，在大陆，海洋通常会在下面，因为海板块比较重，大陆会在上面，它就这样挤下去。我记你讲的海洋板块，为什么我们的海洋地壳很难找超过2亿年？因为超过就挤到海沟被回收了，挤下去，它这样挤是会凹下去。
就形成海沟。然后这边挤下去哦，挤下去它会怎样？它会融化，融化会变热，会变岩浆啊，它就从大陆地壳这一侧喷发出来。所以南美的圣安地列斯山脉，还有我们大太平洋板块跟欧亚板块对撞的琉球岛那一堆岛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火山岛，也就是它沿着海沟的边缘，这些海沟里加，它的内陆在这边，陆地板块，然后火山从这里喷发出来。如果是大陆地壳遇上大陆地壳，大地壳，两边拢高的了，两边拢高的小龙，造山运动。大地壳，两边后的谁压谁不一定，完全看它对撞的时候，谁在上谁在下。所以我们最有名的山脉喜马拉雅山。包括它的青康藏高原，哦，没办法，胸口那边够了，人很远啊。还有很多后面那个。我们喜马拉雅山就是欧亚板块撞上印澳板块，你看没有？两座如果都是大陆，它上面那个别高，会把下面这个上面的东西一直靠上来，一直刮上来，然后所以这边就会形成山脉。好，欧洲最有名的山脉是阿尔卑斯山脉。来，讲我个没？你有嘛买阿尔卑斯山是对两个板块相拢。根据你的地理观念，阿尔卑斯山应该是哪两个板块对撞造成的山脉？欧洲南部，对的，欧洲的南部。欧洲的地中海下面不就是非洲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阿尔卑斯山就是欧亚板块去撞非洲板块，跟非洲板块对撞对挤造出来的山脉。好，欧亚板块就大哦，已经应该算第大啦，仅次于太平洋板块啦。好，所以欧亚板块在它的东边撞上印澳板块，产生喜马拉雅山，在西边撞上了非洲板块，产生阿尔卑斯山脉。这个造山运动，啊，它错动性板块哦，这嘛是补充课本无讲，因为错动性板块它只有看到，它可能都是局部的，在张列不同的细缝产生错动。地球上比较长的错动性板块，只发生在太平洋板块跟北美板块错动，产生一个很有名的断层，叫做圣安德里斯。阿宝含这圣安地列斯，这种朝鲜德安德圣，我会德这下不对。德国那。这个外国都得避免，头前拢写 San Francisco， 啊 ，San Diego， 啊，以及Saint Andrews， 圣安德里斯。你打圣安德里斯断层去看它的照片，它简直像一个大地的伤口一样哦，它不断的错动，跟一里平里的对啊，一里平里，一里平里。所以这个断层呢，就是当初很有名的，造成损伤很大的旧金山大地震。旧金山大地震那时候哈，死很多人，而且那时候蛮早的，没有什么防震措施，而且旧金山原本很少地震，然后
那是有史以来发生的这个大地震之后加起啊，马上找地质学家来分析，我就印象为什么会发生这大地震？就地质家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哦，就是有些人哈，你知道吗？他家对面的邻居居然换人了哦。给说不然你对的是1号的，就1号跑到隔壁去了，变成3号过来，你跟他面对面的哦。他把这些点，就是说有错动的点结合起来，发现连了起来，是一条断层，而且一直从加州那里入海。那个 A 板块跟太平洋板块错动造成。好，所以这三种下骹这课本无讲，有的教材，伊可能感觉你的内容上多啊，惊上袂了。咱顺续来用词来讲。6之2讲2个物件，褶皱跟断层，我讲到这断层，所以咱做来讲，来褶皱是啥？一块地，变成啥？这叫褶皱啦，这样也是啦。来，我问你，一块地会被这样？是拉力造成还是推力造成？推力嘛，来，推力会产生在哪一个？聚合嘛，聚合就是推起嘛。褶皱。来讲断层，断层是安怎？你想看买地为什么会被扭曲？就是它比较软嘛，粘土性质嘛。如果它很硬，你推它会被扭曲，不会，它就直接断掉给你看。而且这个断面一定是斜的。为什么断面一定是斜的？因为它如果垂直断掉，它怎么有可能消解那个力道？它一定是斜的断，然后它才能消解那个推力啊。那我问你。你拉它会不会断？你推它会断，你拉它会不会断？当然也会断啊！你错开它会不会断？一样都会断啊！所以断层有3种，断层有3种，分别在这3种。来，我今摆要讲啊，你免记哈，有的人记半步啊，断层是安尼。我讲过，它一定是斜的，所以它一定有个上盘跟一个下盘。好啊，这问题来下，上面上盘往上移动是逆断层，下盘往上盘往上，下盘往下是逆断层，上盘往下，下盘往上是。我来背，你这背改水袂记啦，莫来背，莫来背，我来讲一个原则。用看图，来我问你哦，那最讲断层安尼，你敢要判断它是推力造成还是拉力造成？拉力嘛，看出来哦，拉力才会造成这个哦，推力。如果这样呢？推会这样嘛，拉会这样嘛？安尼看出来未？啊无，咱认为3个真正积木来演给你看。啊无，你脑海做实验，有一个裂开的上下，你给它拉开来，是不是这边会滑下来，这边会上去？啊，你给它推过去，是不是这边会挤上去，这边会下来？所以安尼，你有推力啊拉力来比就好啦。所以咱的这个安怎比呢？咱台湾。我们台湾是聚合性板块，我们台湾有几条断层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小小一个岛，400多条断层，全部是逆断层。答案好，我们台湾400多条全部是逆断层，我没有正断层啊，它本来就没有正断层啊，我们是聚合的啊，我们又不是张裂的，我们都是逆断层。所以按那题哈，这个是逆断层，就是推力我们台湾聚合造成的
它反之就是正断层。啊，你个要给它记上面上盘往下下盘往下，记要随便记啦。所以如果张裂性产生正断层，啊，张裂性板块分离的板块是拉力产生正断层，就是像这个样子。你看到这个图，你就知道正断层，因为给它上盘上面往哪边啊？啊，记这个。太容易忘记了，它这就是逆断层，这是逆断层，最后一个叫做平移断层。平移断层哦，毕竟它要分成左移跟右移啊，不过这个也是补充的，我告诉你。左移就是你站在这个断层对面那个平移的断层往左，它就是左移；你看对面那个断层往右就叫右移。啊，你会不会问我说，我要转哪一边啊？你如果站这边是右移，你站这边它是右移啊，你不会不一样啊？站哪一边不重要。好，第二个呢？